再来看负责协调以色列甲哈马斯停火的卡达，暂时表示讲，因为以色列恢复对加沙轰炸，想要搁修正机会是愈来愈少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嘛呼吁哈马斯投降，嘛表示讲逐工拢有哈马斯的军力来投降。也毋过哈马斯是回应讲，以色列是乌白乱讲。以色列坦克车追击已经进入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中心，发动新一波大规模的攻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这几天有几60个哈马斯恐怖分子向以军投降。זה נגמר. אל תמותו בשביל סנוואר. תיכנעו. עכשיו. 哈马斯是驳斥讲，以色列的讲法是假的，完全无根据。讲因摧毁以方180台军用车，杀死大量的以色列士兵，攻击会继续，而且力量会愈来愈大。哈马斯发布影片，看到因发射火箭弹，还有一台直升机在天顶飞。 خذوا أسراهم أحياء دون تبادل وتفاوض ونزول عند شروط المقاومة والقسام. 加上领导的情势愈来愈危急，伫咧中调解的中人卡达讲，新一轮的停火协议要谈成，希望无啥大。 It always takes two parties to be willing to such an engagement. Unfortunately, we are not seeing the same willingness that we had seen in the weeks before. 伫美国东京反国权甲联合国安理会以下领导停火提案动来，并且向以色列紧急军售价值超过1亿美金的坦克弹药了后，以色列伫咧面临国际社会愈来愈悬的愤怒甲停火要求之下，继续攻击加沙。加沙的卫生部门讲，自冲突到即马，有要甲18000人死亡，差不多5万人受伤，几落千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讲，调停也未成功，也毋过未放弃。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